只不過係只要將咧嗰個嘅主要嗰個上市地位成為香港嘅即係成為香港嘅話咧，其實佢就可以變相就可以增加一個叫做即係申請一個叫做我哋叫港股通咁嘅物體。咁所以其實依家咧其實北水咧係唔可以係去買呢個百度嘅，但只要咧佢完成咗呢一個叫做我哋叫一啲叫做企業融資嘅一啲嘅行為之後咧，其實就可以吸引到咧呢個嘅北水買。咁我即係俾一啲數據參考，即係俾各位觀眾參考下啦。咁之前咧即係阿里巴巴咧，佢將即係納入咗北水之後咧，其實佢係由低位咧係可以升咗4成嘅。咁所以百度咧咁多人啦，佢而家已經有一種即係其實 price in 咗一啲嘅利好嘅 factor 啦。咁但係我會覺得，如果即係你話打個折都好，咁現價買其實可能都有即係有1-2成升幅，其實都唔錯喎。更何況佢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利好因素，譬如係分拆呢一個叫做係昆侖芯片啊，係嘛？佢仲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物理 AI，譬如係佢嘅百度嘅自動駕駛啊各樣嘢。咁所以其實如果係即係今年作為一個 AI 應用啊，或者一個叫物理 AI 嘅一個嘅應用嘅一個嘅元年嘅話咧，其實百度咧佢一定喺起碼喺一個叫做喺傳媒嘅一個嘅熱度咧，佢一定會枕住都係有一個嘅熱度喺度。